蘇錫大教堂。聖言行義彰真理，公討好人顯善德。主後2013年12月1日，將臨期第1主日。姊妹弟兄，聖經於諸時曉諭我哋當承認一切罪惡，故吾祈請座上諸君與我同以清淨之心、謙恭之聲，向皇恩浩蕩之寶座曰：認罪文。全能至仁之父，我哋有冒犯，離經背道若亡羊。我哋多順從本心之情欲，我哋有違君之聖戒。應為之者，我哋不為之；不應為之者，我哋則為之。我哋無仁心，但君上主垂憐我哋是罪人，悔罪者求君救之，因及君藉我主耶穌基督宣召與人民之應許，又求至仁之父因及其故，導我哋入神聖公義而敬虔之生命，以榮耀君聖名。阿門。赦罪文。我哋拜禱君仁慈上主，賜君善信以寬恕與平安，明證佢哋眾罪，得以正心事君，藉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。阿門。主禱文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你的名被尊為聖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們日用的飲食，今日賜給我們，饒恕我們的罪，如同饒恕我們得罪我們的人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拯救我們脫離兇惡。因為國度、權柄、榮耀都是你的，從現在直到永遠。阿門。上主，求開啟我信，我後當感謝讚美君。上帝快拯救我哋，上主速幫助我哋。但願榮耀歸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起初這樣，現在這樣，以後也這樣，永無窮盡。阿
美上主，主名配受讚美。詩篇第122篇。良朋邀我上聖山，相契入殿揭天顏，同心至聖慶餘蘭。昔聞失林名，今入失林門。城郭原堅始容整，室居節比民相親。聖民各支派，以失之子孫。按常例上失林，稱謝上帝之鴻恩。大衛宗室之寶座，亦在斯京城。爾等皆應為聖邑，祝聖平。愛戴聖邑者，百福遂其身。我願和平常寓爾城中，百牆咸雜以諸宮。我為親朋故，願以安而固。今為聖宅故，願以謝且富。但願榮耀歸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起初這樣，現在這樣，以後也這樣，永無窮盡。阿門。舊約經課記載在以賽亞書第2章，由第1節讀起。阿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，論到猶大和耶路撒冷。末後的日子，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，超乎諸山，高舉過於萬嶺。萬民都要流歸這山。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，說：來吧，我們登耶和華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，我們也要行他的道，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，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。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，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。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，把槍打成鐮刀。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，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。雅各家，來吧，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。這是上主的道，感謝上主。尊主頌。吾心雲上主，我靈之歡躍，因上帝救主。彼竟眷奴婢，於卑微居處。萬代當望我，頌我蒙皇恩，稱我以權能，榮歸於上帝。敬者蒙垂憐，滿給萬世代。施威大膀臂，跋扈遭大夭。權臣失上位，謙恭者上朝。飢困滿珍饈，富甲空手離。亞伯拉罕家，應許必念記，恩作以色列，永世係無盡。但願榮耀歸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起初這樣，現在這樣，以後也這樣，永無窮盡。阿門。新約經課記載在羅馬書第13章，由第11節讀起。再者，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時候，因為我們得救
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。黑夜已深，白晝將近，我們就當脱去暗昧的行為，帶上光明的兵器。行事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晝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蕩，不可爭競嫉妒，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，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。這是上主的道，感謝上主。西面頌。上主今可召君言，昔君撥安然離去，因以眼見君救恩，於眾真民之面前，君已預備與我哋。萬義的街以為光，以色列民以為榮。但願榮耀歸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起初這樣，現在這樣，以後也這樣，永無窮盡。阿們。使徒信經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是創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，因聖靈感孕，為童貞女瑪利亞所生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，釘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陰間，第三天復活，升天，坐在聖父的右邊，將來必再降臨，審判活人死人。我信聖靈，我信聖而公之教會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體復活，我信永生。阿們。晚禱啟應文。願主與你哋同在，也與你心同在。請拜禱。上主，求君垂憐我哋，祈禱。求君垂憐我哋。上主，求君垂憐我哋。我父在天，願以名聲，以國來臨，以旨達成，在地若天，所需之糧，今日賜我免淫婦，求免我父秘密我事，請我出安，以國權榮皆以所有，緩及世世，誠心所願。上主彰顯仁慈於我哋，賜你平安與我哋。上主佑我君，這是因垂聽我哋呼求禱告，賜公義與平安給你的聖品，又使你選民歡喜快樂。上主救你之民，又保佑你的後嗣，
賜我們平安常住。因為除了你以外，沒有人能為我哋奮戰。上帝潔淨我哋的內心，勿讓你的聖靈離開我哋。將臨期第一主日，祝文。全能嘅上帝昔日聖子耶穌基督極自卑而降世，住在我哋中間。求你賜恩典，使我哋在世之時能脫去暗昧嘅行為，穿上光明嘅盔甲。如此，到了末日，即聖子大有榮耀、威嚴再臨，審判活人死人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靠聖子而復活，享永生。聖子和聖父、聖靈唯一上帝，一同永生，一同掌權，永世無盡。阿門。求安祝文。上帝諸聖之善牧導引及義行之源，賜君僕以世界獻奉之平安，使我哋得以順從君之聖旨，又藉君庇佑我哋出仇敵之恐懼，以安然寂靜度日。藉賴耶穌基督我救主之善德。阿門。求佑祝文。求光照黑暗，我等拜禱君常駐，藉君憐憫保守我哋於夜暗、遠險峻、離危難，因及君獨子我救主耶穌基督之仁愛。阿門。阿門。願我口中嘅言語皆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之名。阿門。黑夜已深，白晝將近。但係呢個近又有幾近呢？踏入冬天嘅時候，日短夜長，喺英國東北呢啲偏遠嘅地方就更加明顯。朝頭早8點幾先日出，下晝3點9咧就日落啦。白晝好似離每一晚都越嚟越遠。當然，我哋一般會覺得，就算聽日大霧啊、多雲啊、落雨都好啦，照樣都會有日頭嘅。但其實呢個唔係必然嘅喎，因為黑夜已深，從來唔保證聽日白晝就將近啦。我哋知道唔矛盾嘅嘢其實都有可能發生。譬如果我話1+1等於3，咁由於3嘅答案顯然同個前提1+1係矛盾啦，咁所以1+1等於3係冇可能發生嘅，呢個肯定。但如果我話黑夜已深，再冇白晝。再冇白晝本身同黑夜已深嘅前提冇任何概念上嘅矛盾喎，我哋可以想像到再冇白晝喎，所以再冇白晝係有一個可能發生嘅。其實唔單止白晝呢樣嘢，下一刻任何唔矛盾我哋可以想像嘅事情都有機會發生，分別在於呢種可能性多與少。下一刻嘅事情唔可以用數學計算出嚟。唔可以用邏輯推論出嚟，邊個知道聽日甚至下一秒發生咩事呢？呢種對將來嘅唔肯定，令人陷喺恐懼當中。近日我哋就越嚟越體會到對將來、對未來、對前路嘅恐懼。如今中共一啲官員公然出嚟否定香港嘅普選，令好多人對香港將來嘅政局感到擔憂。
中國近日喺東海四出挑釁，去日本啊、韓國、台灣甚至美國，亦都令好多人對亞太嘅安全嘅將來嘅安全局勢感到好擔憂。呢啲擔憂都係對於將來嘅擔憂，係由於我哋對將來嘅唔肯定。我哋唔能夠肯定香港將來係咪仍然保持而家僅餘嘅言論自由。我哋唔能夠肯定聽日嘅天氣點樣，甚至我哋無法保證下一刻我哋係咪仲生存緊。呢啲嘅不安其實係好真實。將來既然係未知嘅，當然亦都係我哋無法控制㗎。我哋只能夠決定自己當下如何活着。你仲決定係我哋當下個人嘅選擇。我哋選擇唔到聽日嘅天氣，但係我哋可以選擇自己未雨綢繆。我哋起碼無法單憑自己一個人嘅意思決定香港聽日嘅政制發展。但係我哋可以選擇堅持同捍衛我哋自己嘅價值觀、民主、自由、人權、法治等等。就算當今嘅香港世途險惡、教會敗壞、與政府同埋富商、中國共產黨等等狼狽為奸、無視社會公義、只懂得權力鬥爭嘅時候，我哋每一個信徒依然有個人嘅自由選擇，選擇當下如何堂堂正正做一個人，做一個基督嘅信徒，做一個聖公會人。如同陳獨秀佢有一對聯所講：行無愧作心常坦，身處艱難氣若虹。哲學家齊克果提到，我哋要經常與基督同在。呢度就係今日新約經課羅馬書所講到聖保羅話嘅披戴基督嘅意思。信仰本身係一種個人嘅道德倫理承諾，承諾我哋係咪用上帝嘅力量去行善，以實踐普世愛。以上帝嘅力量行義好人，就係與基督同在啦。因為咁樣，基督再唔係一個遙遠嘅歷史人物，佢嘅榜樣再次喺你身上面顯現出嚟，你就活出咗基督嘅樣式。但如果你能夠選擇行善，即係話你有去唔行善嘅可能性，咁你嘅選擇先有意義。人本身有七情六慾，意志動搖係非常之容易。蛇齋餅影仲已經可以買票啦，權力亦都可以令人出賣信仰、出賣佢哋嘅道德啦。金錢可以令人出賣良知同尊嚴，所以堅持披戴基督係非常艱難。唔單止因為呢啲嘅利益嘅誘惑，而係因為我哋對將來太有恐懼。按出於利益計算，我哋就會驚實踐呢啲愛德對自己嘅將來係不利，於是我哋就喺當下放棄，然後我哋就喺黑夜裏面跌倒。其實邊個唔知道愛人如己係應當？但係當你對一個受盡僱主剝削嘅農民工嘅關愛，或者對一個被拆遷嘅老人家嘅關愛，會為你帶嚟皮肉之苦啊、牢獄之災，甚至生命危險嘅時候，你仲會唔會好似耶穌基督咁樣背起十字架，以犧牲捨己嘅精神去愛啊？願我哋警醒，喺白晝來臨之前就要醒覺，與基督同在，實踐愛德。但願榮耀歸於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起初這樣，現在這樣，以後也這樣，永無窮盡。阿門。代求禱告，在平安裏，讓我們同心向主祈求。為教會禱告，讓我哋為到香港聖公會、英格蘭聖公會以及普世嘅大公教會一切嘅主教、牧師同埋會理去禱告，亦都為到中國大陸嘅家庭教會同地下教會去祈禱。
為教會禱文，公禱書1956年版第50頁。最慈悲嘅天父，我哋為主聖義公之教會謙恭懇求，求你叫佢充滿真理同埋和平。喺邊度有腐化就求主更新，喺邊度有錯謬就求主糾正，喺邊度有過失就求主改善，喺邊度有正義就求主鞏固，喺邊度有缺乏嘅時候就求主補助，喺邊度有分離就求主聯合。這都是靠住死而復活、永遠常存為我哋代求嘅聖子，我主耶穌基督嘅功勞而求。阿門。讓我哋為世界同國家禱告，特別為到近日東海嘅局勢，以及中國大陸喺3中全會之後嘅人權狀況，同埋香港嘅普選問題，香港嘅言論自由前途去禱告，為國家禱文。公禱書1956年版。無所不能嘅上帝將呢個美好土地賜俾我哋作為產業，懇求主使我哋時常不忘主嘅恩惠，歡然遵行主嘅旨意，又求主賜福與我國香港，叫國內所有正當嘅工業有切實嘅學問，有清潔嘅禮俗，並求主拯救我哋脫離強暴同紛爭、驕傲同專橫、混亂同一切不善嘅行為，為我哋嘅自由，叫國內嘅各民族一心一德，結成堅固嘅團體。我哋既因主嘅名將治理嘅權柄信託執政嘅人員，求主賜智慧與佢哋，以致我哋國內常存公義與和平。並因我哋順從主嘅律法，在世上嘅萬國中顯揚主嘅榮耀。仲求主喺興盛嘅時候，使我哋內心充滿感謝；喺困難嘅時候，使我哋不失掉依靠主嘅信心。這都是靠我主耶穌基督而求。阿門。為社會禱告，讓我哋為到香港同埋英國嘅嚴重嘅貧富懸殊問題嘅禱告，特別係而家寒冬將至，我哋為到喺英國嘅留學生或者嘅華人新移民，以至係露宿街頭或者飢困嘅窮人去禱告，希望我哋能夠渡過呢個寒冬。公禱書1956年版第60頁，為社會公理禱文。無所不能嘅上帝，按照主嘅形象創造人，懇求主賜恩與我哋，叫我哋能夠威武而不屈，又存無畏嘅心與兇惡奮鬥。並求主幫助我哋，叫我哋鄭重用我哋嘅自由，喺萬人萬國中主持公理，歸榮耀與主嘅聖名。這都是靠着我主耶穌基督而求。阿門。讓我哋靜默片刻，為個人同埋身邊有需要嘅人去默禱。聖帕提克求靈恩禱文，願主嘅力量引帶我哋，願主嘅能力扶持我哋，願主嘅智慧教訓我哋，願主嘅手保護我哋，願主嘅道指引我哋，願主嘅盾護衛我哋，
又願主保護我哋脱離惡者嘅迷惑及世上各種試探。願主救世嘅恩永遠賜予我哋。阿門。最後亦都讓我哋為到身體欠安、精神欠安，以至已離世嘅親友去禱告。我哋亦都為到聖徒嘅傷痛而禱告，願我哋將來自己亦都可以回到天家嘅時候，加入聖徒嘅團契，就係聖瑪利亞、聖希達、聖 Hilda、聖彼得、聖 Bede、聖古柏、聖 Cooper、聖愛華、聖 Oswald 等聖徒嘅歡喜快樂喺天國嘅團契裏面，願我哋喺當中亦都有份。讓我哋同以聖基所登禱文去總結。全能嘅上帝，你賜恩使我哋喺呢個時候同心禱告。你曾藉着你嘅聖子耶穌基督應許話：若有兩三個人奉佢嘅名集合禱告，你必在佢哋中間。現在我哋心所願口所求，若是對我哋有益，求你成全，使我哋明白你嘅真道，得享永生。阿門。
祝福。請起立，一同接受上帝而嚟嘅祝福。有願全能嘅上帝，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賜福俾你哋，保護你哋，直到永遠。阿